大家好，我係番茄。大家有冇留意到較早前民福苑法團換屆大會啊？現場竟然出現議員總動員嘅奇景。點解一個屋苑換屆大會佢哋會咁緊張嘅？甚至仲係法團顧問。有啲議員掛住個名銜叫做屋苑法團顧問或者義務顧問。我想問下呢啲議員，你係工程師？你識睇維修定識睇工程標書啊？測量師？你知唔知嗰幾億工程有冇水分啊？你哋真係識得處理建築物管理條例入面嘅法律？既然乜都唔係，咁法團請你哋入去做顧問，顧啲咩呢？定令到業主覺得有議員喺度，應該就冇問題。入去管委會做法團顧問，令到事件嘅名義上變得合法合規，咁可能令到業主有啲錯覺。其實你哋呢一種行為根本可能係幫緊圍標集團或者既得利益者做擔保。當大家質疑點解議員要介入法團事務嗰陣，佢哋最鍾意用一個擋箭牌，就係話法團邀請義務性質，為咗服務居民咋。大家諗下，服務邊個居民？法團嗰幾個人係居民？反對天價維修、反對黑箱作業嘅小業主就唔係居民。點解你哋永遠只會應法團嘅邀請？義務定係利用法團做下一屆參選嘅工具啊？你係唔收人工，但你有利用法團去搞下旅行啦，利用政府嘅物資派下嘢，用緊嘅係法團嘅人力資源去建立你哋自己選舉嘅樁腳。議員份量係公帑俾你哋㗎，你嘅公職係監察政府、為民請命，唔係入去法團掛個名，甚至收取一啲長者啊或者業主嘅個人資料。一個屋苑嘅大維修，閒閒地都幾千萬，好似雲福苑咁，講緊3.3億。當中有幾多工程公司、物業管理同呢啲議員，甚至係太平紳士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如果議員作為顧問，見到工程有問題都唔出聲，咁樣算唔算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呢啲咁嘅灰色地帶，佢哋最鍾意就係玩身份重疊。喺區議會，佢哋係反映民生要求同埋改善環境，但係喺法團，佢哋就係利益既得者。當市民投訴維修有問題，呢班議員係會幫市民查詢，往往佢哋係唔會出聲嘅。可能因為係法團顧問嘅身份，幫法團同工程公司遮醜。麥美娟局長成日就話要修例，但佢哋永遠就唔敢喐呢班議員喺法團做所謂嘅顧問。如果政府真係想保障業主，最應該修訂嘅係嚴禁現任公職人員，包括區議員及其他辦事處嘅職員擔任任何涉及採購決策嘅法團顧問。否則你再修訂再多幾多嘅建築物管理條例，都係只係換湯唔換藥。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番茄，佢哋咁樣算唔算犯法？我只係可以期待 ICAC 廉政公署唔好只係查法團主席，唔好只係查工程公司，你哋要查下呢啲屋苑入面嘅議員擔當嘅法團顧問。點解一個本身冇專業工程知識嘅議員會咁熱衷入去做法團嘅義務顧問呢？點解每次天價維修招標，呢啲議員都坐會嘅？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任何公職人員索取或者接受利益行為履行職務嘅報酬，都係犯法嘅。呢啲議員顧問
雖然係冇直接收人工，但佢哋收咗政治地盤，收咗選票樁腳。ICAC 應該要查清楚呢啲議員有冇利用影響力去左右招標過程，或者有冇同相關工程公司有隱形嘅金錢往來。雲福苑巡火燒出咗14個人被捕，我哋唔希望見到下一單案例係連班公僕都捲入埋呢啲烏煙瘴氣嘅法團鬥爭入面。今日講到呢度，大家有冇屋苑有議員做法團顧問呢？歡迎大家留言，記得俾個 like share 俾你嘅街坊朋友，訂閱我個 channel。我係番茄，下集見。